大家好，我係香港都會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嘅高級講師 Miss Lai， 亦都係數碼商業實務高級文憑嘅課程統籌。以下落嚟嘅時間咧，除咗為你哋介紹呢個課程之外，當中亦都會有現時讀緊學生嘅一啲分享。喺開始之前咧，我想你哋去估下有關全球咧 AI 市場嘅規模，究竟全球用 AI 賺錢嘅公司每年總共大約賺到幾多呢？原來喺2023年啦，全球用 AI 賺錢嘅公司咧，總共賺到2070億美元，亦估計喺2030年，即係4年之後，大約係1.8兆美元。即係話全球嘅商業模式被 AI 影響咧，係鐵一般嘅事實。而無可否認就喺今日，商業規則已經完全改變。傳統嘅技能失效，就係一啲單純行政同埋文書嘅工作被 AI 快速取代。90% 嘅企業正喺度轉型緊，佢哋需要嘅除咗識得技術，亦都要識得一啲商業嘅橋樑型人才，亦即係我哋所講嘅跨學科人才。而家市場競爭嘅狀況，淨係得學歷係唔夠㗎，市場係要有即戰力嘅人，即係話讀完書，學生已經 ready 做嘢，能夠俾公司有即時嘅生產力，再唔係好似我哋嘅年代以前慢慢去學習。呢個世代嘅年輕人唔係要同 AI 競爭，而係要成為駕馭 AI 嘅領導者。我哋睇下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裡面嘅10年規劃啊，目標咧係要帶動中小企業升級轉型，提高工作效能。而喺2023年、24同埋25年嘅施政報告裏面，亦都再一次提及同埋強調要擴大支援中小企業數碼轉型，推動企業貿易數字化改革。另外，亦都要提供一啲人工智能 AI 嘅資助計劃，同時推行 AI 同埋數據科學嘅產業發展，成立 AI 效能提升組，有效咁應用 AI 技術喺香港咧推動科技革新。數碼商業實務高級文憑咧係一個2年制嘅全日制課程，正正針對市場嘅需求啦、香港嘅發展咧而編寫嘅，係一個商業同埋 IT 新科技嘅跨學科高級文憑。喺香港課程嘅資歷架構裏面咧係屬於第4級，等同副學士資歷。完成咗呢個課程咧，學生可以升讀本地學士學位課程嘅第3年啦，又或者繼續係選擇喺海外嘅學士課程嘅。即係話，雖然大家都係 DSE 嘅考生、中六嘅離校生，一開始咧可能並唔係由學士學位第1年開始，而係選擇入讀高級文憑。入讀完之後咧，我可以入讀學士學位嘅第3年啦。即係話大家都係同樣有4年嘅時間，但係你比人多嘅係實戰力。呢個課程主要培養唔係純 IT 嘅技術，亦都唔係一啲傳統嘅商科生，而係識得用商業嘅語言同老闆講嘢啦，亦都用技術嘅語言指揮同埋開發成個團隊。因為而家嘅市場咧係要一啲跨學科嘅人才，亦都係最稀缺嘅橋樑型人才，而且正正係香港數碼轉型最渴求嘅崗位。數碼商業實務高級文憑專注教導學生將數碼技術融入工商管理，包括 AI 人工智能、BI 商業智能。我哋舉一啲生活例子啊，譬如咖啡店嘅自動化經營，傳統嘅做法就係店長可能每一日用人手抄寫賣咗幾多杯咖啡，憑感覺入牛奶。數碼轉型之後，學生學到嘅係 AI 預測。系統根據天氣預報，例如聽日會轉凍，同埋過往嘅數據咧，就自然咧就會自動提醒店長要訂多20% 牛奶。喺 BI 商業智能，老闆有一個 dashboard， 用手機一開就睇到邊一款咖啡最受歡迎，再唔使睇帳本啦，甚至係 Excel 表。除此之外咧，我哋要幫助中小企業咧優化業務流程啦，開一啲新嘅商業模式。譬如我哋網購同埋網購嘅流程同埋個性化嘅推薦啦，亦都係即係我哋喺 Netflix 裏面咧個界面會推薦你一啲想睇嘅戲啦，
又或者拼多多、淘寶，佢會有啲貨咧係猜你喜歡嘅。喺優化流程方面，以前 e-commerce 發貨咧係要靠人去發貨，而家學識咧係用系統規劃最快嘅路程啦。等貨物咧同埋包裹咧係當日送到，唔會嘥咗啲資源，同時亦都優化最佳嘅路線。而另一方面，以前係人揾貨㗎，即係消費者模式咧係喺網上面去 search 自己想要嘅嘢，而而家會學到嘅係用大數據實現貨揾人，即係剛才所講嘅猜你喜歡。譬如我哋喺 IG 啱啱睇過啲波鞋廣告，就會即刻好精準咁樣推薦俾你。呢個就係數碼商業嘅實踐。喺第三方面，我哋培養學生有解決而家商業挑戰嘅關鍵能力，識得懂得面對一啲突發狀況，作出一啲咧相對應嘅反應同埋解決方案。又比如一個外賣平台突然之間好多訂單，令到 hang 機，咁點算呢？學生嘅能力咧係能夠用數據揾出 hang 機嘅原因啦。另外用一啲數碼工具，好快咁重組翻派送嘅路徑啦，避免有損失。而另外一啲會用一啲數碼嘅技術啦，譬如聊天機械人啦，安撫一啲大量嘅顧客啦，避免一啲公關嘅災難。總括嚟講咧，數碼商業實務高級文憑唔係要你寫程式，而係教你做數碼時代嘅大腦。AI 人工智能係你嘅超級員工，幫你24小時分析市場。BI 商業智能同埋自動化係你嘅透視鏡，幫你睇清隱藏嘅商機。我哋嘅畢業生係負責指揮呢啲工具去解決連老闆都搞唔掂嘅數碼難題。正如頭先所講啦，課程核心咧三大嘅支柱咧係掌握數碼時代嘅技術嘅 AI 與自動化啦，學習點樣用 AI 提升一啲營運效率，優化商業嘅流程。傳統嘅商業客人咧，可能喺半夜裏面想諮詢一啲貨品嘅細節，一定要等到另外一日9點員工上班嘅時候咧，佢哋先問得到㗎。而課程咧係學會用 AI 建立一啲自動化，即係智能機械人，半夜嘅時候咧，佢都可以即時回答一啲信息，或者去處理一啲訂單嘅。第二就係數據驅動決策。生活嘅案例就好似 Netflix 啦同埋 YouTube 咁，會推薦影片一樣。而另一方面，可能傳統嘅商業模式就係老闆憑感覺去決定下一個月賣啲乜嘢款式嘅衫啦，可能係結果往往都積存咗啲貨啦。而課程咧就會學到掌握數據嘅分析工具啦，喺海量嘅客戶裏面咧，佢哋嘅瀏覽記錄咧揾到商機。第三就係數碼營銷實務啦，喺日常嘅例子就譬如係點解我啱啱講完去日本 Facebook 就會彈出一啲機票嘅廣告咧？喺呢啲範疇咧，學會涵蓋 SEO， 即係一啲搜尋引擎嘅優化，喺電商嘅營運同埋一啲 social media 嘅演算法。等客人喺Google Search 嘅時候咧，你嘅公司係擺喺第一位嘅，或者係第一頁咯。演算法咧係運用一啲了解 IG 同埋 social media 嘅運作，推廣內容精準咁樣咧去接觸到上萬嘅人，令到學生學習點樣喺一個注意力經濟嘅時代精準獲取流量，轉化為生意。課程特點咧包括技能同埋升學都兼備啦，培養學生有即戰力，亦都可以銜接學士學位。認識最新嘅科技，幫助中小企業數碼轉型。另外課程咧，我哋係會同深圳職業技術大學合作嘅，學生有跨境學習嘅機會啦，亦都可以了解真實嘅新科技，打開眼界。課程嘅合作夥伴，頭先剛才講啦，就係深圳信息職業技術大學，啱啱喺上年6月咧正式升格為大學。佢前身咧係國家雙高計劃嘅優等學校，被國家認可為高水準、高質學校同埋高水準嘅專業群。學校喺2025年咧，亦都成為中國高職專科院校總排名嘅第一嘅。呢間學校咧喺國內咧收生要求咧都相當高啊。
我哋合作嘅學院咧係計算機與軟件學院，亦都係首批國家示範軟件學院，國家級嘅職級創新團隊啦，亦都係牽頭全國 AI 教學嘅。而當中軟件技術同埋電腦應用技術咧嘅專業咧，亦都喺連續4年全國排名第一。喺國內金蘋果嘅評價裏面咧，係屬於高水平嘅專業群，綜合競爭力咧係排名第一嘅。亦都多次獲得國家嘅教學成果1、2等獎。而佢哋嘅6大專業包括係電腦應用技術啦、軟件技術啦、信息安全技術應用、移動互聯應用技術、電腦網絡技術同埋區塊鏈技術應用嘅。咁介紹當中2位嘅博士啦，佢哋都有機會教導我哋學生啦。張健博士副教授啦，佢有15年啦有關 AI 嘅經驗，亦都編寫 AI 嘅教材嘅。佢指導學生獲得國家獎項啦，係屬於深圳市後咧嘅後備級人才，即係代表咧係有高專業質素養啦，同埋係發展潛能嘅，可以享有相對應嘅政策支持啦，同埋一啲資源分配。喺深圳市咧，針對高層次嘅專業人才咧，先可以設立嘅一啲認證啦。同時佢亦都係 Amazon Web Service 嘅同埋騰訊雲專家。另一位咧係廖朗副教授，佢擁有咧有關知識安全教學咧22年啦，喺深圳市咧係優秀教師之一啦，曾經領導咧學生去獲得全國信息安全技能大獎嘅1等獎，並且喺世界職業院校裏面嘅技能大獎咧都獲得唔同嘅獎項。由佢哋去帶領學生比賽，令學生嘅履歷咧更加豐富，無論喺實操啦或者係預備將來升學咧都加分。我哋呢一個跨學科嘅高級文憑包括有一半係有關學習商業嘅核心課程啦，同埋一啲前瞻嘅科技嘅專業領域。除咗有學識有關商業嘅創業同埋實踐等等核心課程咧，學生亦都有工商管理嘅體驗學習嘅。唔會只係喺課室學理論啦，我哋會更加強調實踐，鼓勵學生咧多啲參與比賽。而喺 IT 嘅專業領域當中咧，有7科，學生咧係要學習點樣幫中小企業轉型啦、雲端服務啦、將公司運作同埋儲存嘅文件等等嘅嘢咧都放上雲端。而少不免嘅係資訊安全，點樣喺數碼轉型轉至雲端裏面保護公司嘅財產呢？另外商業數據分析啦，點樣喺數據揾出商機呢？因為數據會幫我哋講出事實，令企業有更好商業嘅策略同埋決策。少不免嘅係頭先剛才提過嘅 AI 人工智能、AI 商業智能、BI 商業智能同自動化以及數碼營銷。為咗迎合政府嘅政策，學生都要學習點樣去建立咧，同埋運作電子商務嘅。當中呢4科咧，雲端服務基礎、資訊安全基礎、AI 商業中的嘅人工智能、BI 商業智能與自動化咧，都會由深圳信息職業技術大學滿有經驗嘅副教授或者博士啦去任教嘅。當中2科咧，佢哋會派老師過嚟呢批啦。而有2科咧，我哋會安排學生咧去深圳信息職業技術大學度上課。呢啲就係佢哋嘅課室環境啦。數碼商業實務高級文憑嘅升學途徑，當完成咗2年全日制課程咧，可以升讀返本地學位嘅課程啦嘅第3年啦，又或者其他海外學士學位。最快咧加多1年就可以取得海外嘅top degree 啦。除咗升學咧，前景離唔開有關數碼商業啦、數碼轉型嘅職位啦，譬如係數碼分析助理咁。呢個係課程咧，係我哋第2年去舉辦嘅，咁我哋所以未有畢業生啦，但係我哋睇下今年第1年級嘅學生一啲分享下。首先係余同學啦，佢揀咗 DBP 呢個專業，係因為佢睇中咗商業知識同埋資訊科技嘅應用，亦即係我哋所講嘅跨學科。
佢哋就讀嘅過程咧，了解到 IT 商業裡面嘅重要性啦，例如數據分析啦，同埋課程裡面提及提升咧佢哋嘅解難能力。第二位咧係吳同學，佢話佢冇後悔到咧選擇呢個專業，因為每一日都能夠感受到佢嘅專業嘅魅力。提及到我哋嘅老師會鼓勵佢哋大膽去嘗試啦，同學之間要互相幫助。佢得到嘅係除咗紮實嘅專業知識啦，亦都鍛鍊咗同加強佢嘅邏輯思維能力同埋團隊嘅協作能力。第三位係陳同學，佢睇中數碼商業咧係將來就業嘅趨勢，佢好享受學習嘅過程，亦都格外有成就感。另外一位咧黃同學，佢好清楚咧數碼科技咧係未來重要嘅能力。感受課程內容唔單止係紮實嘅，學院亦都會有唔同嘅活動同鼓勵學生比賽啦，可以探索到佢哋自己嘅興趣同埋潛能。當中都有提及到令到佢最溫暖嘅咧係老師願意針對性咁樣教導啦，同埋真正咁樣支持同關心佢哋嘅成長。未來商界咧其實只有兩種人嘅啫，第一咧就係俾數碼轉型淘汰嘅人。第二咧係帶領數碼轉型嘅人，而 DPP 嘅學生咧係屬於後者。如果同學問我咩性格嘅人適合到呢科呢？如果你自問鍾意新科技，亦都想走起時代嘅尖端，我鼓勵你一齊擁抱 AI，唔好怕。我自己本人就好鍾意學習嘅，同樣我都希望我嘅學生咧鍾意學習，時刻保持好奇心，唔怕去轉變，要擁抱困難。因為人生咧係冇失敗，每一次你嘅失敗其實都係學習嚟㗎，令到你成長。如果你對 AI 有興趣，亦都想時刻收取一啲有關 AI 嘅資訊咧，例如一啲新嘅工具啊、新聞等等咧，我歡迎你加入一個WhatsApp 嘅 AI community 啦，我會定時咁發放一啲有關AI 嘅資訊俾你嘅。另外，如果你對課程有啲咩疑問咧，歡迎你聯絡我啦，我會令到你更加認定未來嘅方向。AI 咧係唔會取代人嘅喎，但係懂得用 AI 工具嘅人咧係會淘汰一啲唔識得用 AI 嘅人嘅。商業智能贏在變革，歡迎你加入我哋一齊開創數碼未來。